Hello 小朋友，2026年啦，我哋咧又係開始讀經計劃噶咯喎。我哋咧今年咧就會開第二本天父好愛我嘅靈命日啦。唔知你知唔知道今年2026年，我哋教會有個新嘅目標，一個新嘅主題咧，叫做以道互見，以愛維繫。如果你喺教會禮堂，你就會見到呢8個中文字，就喺教會嘅台上面有個 banner 喺度表現出嚟噶啦。所以我哋好希望今年我哋通過讀經計劃都能夠做到呢樣嘢，可以用神嘅教導去建立自己啦，用神教導我哋嘅愛去維繫我哋彼此嘅關係。好啦，新嘅一年，你有冇咩計劃？有冇咩想做咧？有冇諗過啊？有冇諗過今年好想完成啲乜嘢嘢咧？如果你有嘅話咧，建議你寫低佢喎，間唔中望翻咧，就可以睇下自己咧嘅進度去到邊，鼓勵自己繼續努力咯。我哋今年第一課，要諗下我哋最珍貴嘅嘢係乜嘢嘢啊？喺開始讀聖經之前，同埋思考最珍貴嘅嘢喺我哋生命中係乜嘢之前，我哋一齊話祈禱啊！天父爸爸，好多謝你俾我哋可以去進入2026年，我哋又可以開始呢個嘅讀經嘅計劃。求你幫助我哋新一年，我哋依然可以喺忙碌嘅生活當中搵到時間可以坐低去祈禱。去親近你，去睇聖經，唔單單係我哋星期日先返教會做，而係我哋平日都會抽時間去親近你。謝謝你聽我嘅祈禱，奉主名求，阿門。我哋今日嘅經文就係腓立比書3章，準備好未咧？準備好，我哋一齊讀啊！有個小題目叫真正的義。第7節，此事我以前以為對我是有益的，我現在因基督嘅緣故，已當作是有損的。不但如此，我也把萬事當作是有損的，因我已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。我為他已經丟棄萬事，看作糞土，為要贏得基督，並且得以在他裡面，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義，而是有信基督的義，就是基於信，從神而來的義，使我認識基督，知道他復活的大能，並且知道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，或許我也得以從死人中復活。第2個標題，向着標竿直跑。12節，這不是說我已經得着了，已經完全了，而是竭力追求，或許可以得着耶穌基督所要我得着的。弟兄們，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記背後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標竿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。有冇留意頭先我喺邊句嗰度有紅色嘅字呢？係我哋今日嘅金句啊，有啲長嘅，但係我哋望一望啦，認識一下先啦。我哋一齊讀啊！不但如此，我已把萬事當作是有損的，因我已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。我為他已經丟棄萬事，看作糞土，為要贏得基督。腓立比書3章8節。我哋有個小故事啊，一齊睇下咯。
去睇下可唔可以幫助我哋了解今日嘅經文啦。海欣，你可唔可以幫我餵細佬飲奶啊？媽咪問喎。姐姐海欣就話啦，當然可以啦。佢抱起2歲嘅弟弟海旋，將佢抱喺 BB 椅上面。突然之間，海旋唔知做乜，喊啊，喂喂喂！媽媽，海旋做乜喊啊？海欣好緊張啊！佢攞咗一個鼓、一本書、一輛玩具車俾細佬，但係佢都仲喊緊唔要喎。發生咩事啊？媽媽走過嚟啦。當細佬見到媽媽嘅時候就話啦：長頸鹿。哦，海旋要佢最鍾意嘅玩具啊！媽媽話啦，跟住咧就俾咗一隻玩具長頸鹿海旋，佢即刻唔喊咯。家姐海欣就話啦：細佬真係好鍾意呢個玩具喎。係啊，媽咪話啦，佢真係好鍾意㗎。你知唔知啊？海旋呢，佢呢個鍾意嘅舉動令我諗起保羅喺腓立比書3章8節講過嘅嘢啊。我也把萬事當作是有損的，因為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。長頸鹿係海旋最珍貴嘅玩具，甚至為咗呢個玩具拒絕其他嘅嘢喎。同樣，保羅都鼓勵我哋要珍惜基督，超過我哋生活中其他嘅嘢，意味住我哋要通過讀聖經去認識主耶穌，喺禱告中去同主耶穌傾偈，仲將主耶穌放喺生活中嘅第一位，亦都係咁樣表示我哋咧要拒絕其他會令我哋遠離上帝嘅嘢㗎。細佬，你係咪真係好鍾意呢隻長頸鹿咧？海欣嘗試咧將海旋嘅玩具長頸鹿換成毛公仔泡泡喎。長頸鹿，海旋又喊要話愛返長頸鹿啦。家姐海欣就即刻還返咗長頸鹿俾佢。媽咪就藉住呢個機會同家姐海欣講啦。海旋大個咗之後，可能唔鍾意佢呢隻長頸鹿噶啦。但係咧，我哋以後咧一直都唔好咧，唔鍾意主耶穌，厭倦主耶穌啊！我哋要一直將主耶穌放喺我哋生活中嘅第一位啊！海欣咧就話：我知道啦，我會將主耶穌放喺我生活中嘅第一位嘅。好啦，聽完小故事又讀完經文咯喎，你又諗下啦。今個星期你可以點樣去將主耶穌擺喺你生活中嘅第一位，勝過你其他嘢咧？可能係玩具啦，可能係故事書啦，可能係瞓覺或者食嘢、食零食嘅時間啦。你會唔會抽時間定期、定時定候閱讀聖經同埋禱告咧？我哋咧為咗要主耶穌更高興，我哋咧要諗下有啲咩嘢，我哋要拒絕寫低去提醒自己喎。唔知仲記唔記得頭先嗰句金句咧？我哋又要再讀多一次去加深記憶啦。1、2、3，不但如此，我已把萬事當作是有損的，因我已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。我為他已經丟棄萬事，看作糞土，為要贏得基督。腓立比書3章8節。我哋一齊有個祈禱啊，係咪手眯埋眼咯噃？主耶穌，我哋讚美你，多謝你，因為你係呢個世界上最珍貴嘅嘢，因為天父爸爸將你賜咗俾我哋，好讓我哋可以愛你，去認識你，超過世上一切嘅事物。
求你幫助我哋去將你放喺我哋生活中嘅第一位。我哋會抽時間去親近你，而拒絕其他會令我哋遠離你嘅事。謝謝你聽我嘅祈禱，謝謝你一直去保守我、愛我。禱告係奉主以得勝嘅名字祈求，阿門。記住啦，今個禮拜嘗試多啲親近主耶穌啊！我哋下一次再一齊讀聖經啊！拜拜。